也那美国甲伊朗12个时阵，伫咧阿拉伯半岛的国家阿曼，针对伊朗一直升级的核子计划来进行间接的谈判。这是美国甲伊朗从2018年了后，重新启动核子谈判。而且双方拢认为讲，这个谈判是顺利进展，嘛同意上紧19个时阵会搁一届来讨论。 这个会议面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甲阿拉伯半岛国家阿曼的外交部长互相交谈。伫到阿曼首都马斯开特了后，坐专车去谈判地点。美国甲伊朗12透过阿曼做中间的人，由美国中东特使维克夫甲伊朗外长阿拉奇分别率领代表团伫无共的会议室内底，针对伊朗一直升级的合作计划，透过中间的人来谈判。会议结束了后，两国的代表团一度捌伫离开的时阵拄着，短短交流几分钟了后分开，双方都认同。 这个对话真有建设性。فکر می‌کنم حدود 4 بار این رفت آمد انجام شد و دیدگاه‌های طرفین به همدیگه منتقل شد. حدود 2 ساعت و نیم طول کشید و به نظر من جلسه به عنوان جلسه اول جلسه سازنده بود در یک محیط آرام و بسیار محترمانه انجام شد. 美国正前向伊朗发过5万见面会谈，虽然伊朗无愿意接受，也毋过这届间接会谈是双方为2018年了后重新启动核谈判，嘛是伊朗甲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头一届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认为，这一轮的谈判未维持伤久，而伊朗外长阿拉奇是预告要为平等的立场出发，达成公平甲公正的协议。 Well, I can't tell you because it doesn't. Nothing matters until you get it done. So I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暂时双方拢同意上紧伫后礼拜19会搁一摆协商，5望会当赶紧建立谈判基础，展开实质的协议甲讨论。伊朗嘛表态，5望甲美国会当伫短期内底达成协议，毋是为着讲来谈判。这是伫即届双方间接谈判进程，美国伫7日针对伊朗的石油交1望增加新的制裁，针对4间牵涉伊朗石油贸易的机构，包括一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而且甲2只船列入冻结财产的名单，借出来阻止伊朗出口石油，切断因的金流。公司新闻台是唐平一。